上次講到，原來我係俾春日召喚過嚟，但係呢，點解無啦啦會變咗做河馬噶？有機生命體無法突破光速壁壘進行實體躍遷，呢個係三維空間嘅物理常數限制，所以喺度嘅你並非原維度本體，而係資訊統合思念體重構嘅意識投影。咁都冇理由重構成河馬噶。春日嘅召喚指令只係鎖定咗你嘅非日常屬性，但冇同步調整個投影嘅存在形態。於是資訊流根據你跨平台發佈資訊嘅行為軌跡，全部以亂屌河馬做核心錨點。呢個花名已經形成跨維度資訊共振，喺三維空間投影嗰陣自動變咗河馬形態。呢個係資訊箱最小化嘅最優解，亦都符合思念體對個體專屬資訊符號嘅具體化規則。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組流動緊嘅資訊集合。吓，即係我之前喺 B 站油管出嘅片，全部用咗亂雕河馬呢個簽名，所以先搞到我自己變咗河馬。唉，咁我以後點算好啊？仲翻唔翻到去我個世界噶？根據資訊整合結果，你元素 Alpha 負73平行時空已觸發不可逆偏移，時空錨點喺你穿越時發生量子坍縮，強行折返將導致你意識體被時空裂隙撕碎，物質形態轉化為無意義量子塵埃。為確保你存在穩定性，暫時與我同行係最優解。我會監控周邊時空波動，為你構建臨時存在護盾。咪住先，我個意識過咗嚟，咁原本個世界嘅我會點噶？你嘅本體並非處於單一穩定態，而係陷入量子疊加，但因為跨世界資訊錨點差異，呈現特殊共振模式。你平台簽名亂屌河馬形成跨維度認知場，當集體注意力突破臨界值，你意識被抽離成資訊量子流，本體卻滯留原世界量子迷霧裏，同時存在穩定與消散兩種疊加狀態。你此刻經歷並非簡單上傳，而係透過量子糾纏信道，將三維世界觀察數據轉化成坍縮錨點信號，實時同步至全世界各大平台。每個點讚本質係一次跨世界觀察，每句評論係一次量子態校準。轉化行為會形成認知糾纏鏈，強化你意識同本體嘅量子關聯。當認知共鳴能量突破普朗克斯值，疊加態會向穩定態坍縮，跨世界量子通道將喺糾纏粒子引導下重構。簡單嚟講，積累足夠多嘅平台關注，即可回歸原世界。聽清楚未啊？大蒙神大人都開到聲啦，你哋仲唔快啲關注、點讚、轉發、評論？我翻唔翻到嚟，全靠你哋噶。對於資訊統合思念體嚟講，呢個存在於銀河邊境星系嘅第三行星本來冇乜嘢特別價值。不過住喺被稱為地球嘅生命體，佢哋進化成兩足步行動物，仲萌生咗叫智慧嘅思考能力。呢顆行星嘅重要性因而大增。佢哋認為藉住觀察，話唔定可以幫到佢哋衝破自己深陷嘅自律進化閉塞狀態。雖然宇宙各地嘅有機生命體擁有自我意識係好普遍嘅現象，但係可以進化到擁有高次元智慧嘅就只有人類呢個例子。統合思念體高度關注，需要維持住密切觀察。直至3年前，我哋發現行星表面出現咗有別於同類嘅異常資訊亮點，由弓狀列島某個地區噴射出嚟嘅資訊爆發，一瞬間覆蓋整個行星，並向行星以外嘅空間擴散，而中心點就係之後嗰3年。我雖然對涼宮春日呢個個體進行過多角度嘅調查，但係仲未查出佢確實身份。雖然係咁，有部分統合思念體認為佢係給予人類進一步嚟講係給予資訊生命體本身自律進化嘅一個關鍵。於是去分析涼宮春日，身為資訊生命體嘅佢哋冇辦法同有機生命體進行交流，因為佢哋冇語言。人類如果唔靠語言，就連傳達概念都做唔到，所以先製造出好似我呢啲對人類用嘅終端界面資訊統合思念體，就可以透過我同人類接觸。聽唔明，不過好似好犀利。涼宮春日身上隱藏住自律進化嘅可能性，佢甚至擁有按照自己意願嚟操縱周圍環境資訊嘅能力都唔定。呢一個就係我喺呢度嘅原因，亦都係你喺呢度嘅原因。咪住先啊！
唔怕老實講啊，我完全唔明你講乜啊。相信我。講到尾，點解要係我啊？啊，唔係，就當講翻轉頭，你要我相信你之前講嗰啲咩資訊咩睇嘅嘢，點解你要講個真相俾我知啊？因為你係俾涼宮春日揀中嘅人，無論涼宮春日佢係有意定係無意，佢嘅意願都可以作為絕對信息影響周圍環境。你會被揀中，一定係有特別原因。梗係冇。有，其實你同涼宮春日掌握住一切嘅可能性。你係真唔係啊？真嘅。我仲以為呢個粒聲唔出嘅人，終於肯開聲同我講嘢啦。點知一講就講埋晒啲冇人明嘅嘢，真係估唔到佢咁犀利。唔止啊，應該係犀利過西非你。係啦，我覺得呢啲嘢，如果你直接同春日佢講嘅話，佢會好開心。講真嗰句啊，我對呢啲話題一啲興趣都冇嘅，唔好意思。資訊統合思念體嘅意識大多數認為，如果涼宮春日察覺到自己嘅存在價值同能力嘅話，一定會有好大機會發生難以預計嘅危險。現階段應該靜觀其變。但係你唔驚我可能會將頭先聽到嘅嘢講俾春日佢知嘅咩？講咗咁耐，你哋肚唔肚餓啊？我整咗啲廣東點心，蝦餃同腸粉，要唔要試下？佢唔會重視你傳達俾佢嘅資訊。你哋仲講緊春日啲嘢啊？咁又係。資訊統合思念體設置喺地球嘅終端界面，唔止係得我一個。資訊統合思念體其中一部分意識打算採取積極行動，觀察資訊將會有乜嘢變動。你對涼宮春日係重要嘅鎖匙，如果有危機，你就會第一個出事。冇咁得閒陪佢癲。阿虛，要唔要打包幾件翻去啊？傳統佛山手藝，好好食啊！人形終端界面咩話？外星人成日屈喺度睇埋晒啲怪力亂神小說，想唔思覺失調都幾難啊！我話佢一定係喺班房度都唔同人傾偈，自己接埋一二邊嘅啫。其實春日同埋佢應該好好享受正常嘅校園生活至係噶嘛。嚟咗啦！我期待咗好耐嘅轉校生，你覺唔覺得好犀利啊？係迷之轉校生啊，一定唔會有錯。你連見都未見過，又知人哋一定好迷。我之前都講過噶啦，喺而家呢啲唔湯唔水嘅時期先轉校嚟嘅學生，已經好大機會係迷之轉校生嚟嘅咧。呢個統計究竟係咩人喺幾時同埋點樣做噶？如果你所謂嘅迷之轉校生有咁大機會存在嘅，咁而家日本全國都會……等我去睇睇先。果然當我講嘢死啊！放咗學一去到活動室，就見到招比留師姐隔咗一日啫，就乜事都冇啦。估唔到你仲肯嚟呢個活動室喎。雖然係有啲驚，不過有啲事我始終好在意。之前都好似聽佢講過類似嘅嘢㗎，有咩事令你咁在意啊？唉，都係冇嘢啦。我俾你玩啦，長門。呢種棋我哋佛山都好多人會玩噶。長門啊，有冇玩過蘋果棋啊？呢啲唔係叫五子棋咩？行呢步啊，你輸梗啦。你哋玩咗咁耐，俾我玩一鋪都得啩？好嘛，等咗好耐咧。今日轉校到1年9班就即刻成為我哋戰鬥力嘅轉校生，佢個名就係……我要古傳一樹，多多指教。呢度係 SOS 團，而我就係團長涼宮春日，喺嗰度嗰3個人就係團員1號、2號、3號，而你就係團員4號。各位，我哋要好好相處啊！春日，你又唔記得咗我啦？要我加入都冇問題嘅，不過呢個學會係做啲乜嘢嘅？等我話你知 SOS 團嘅活動內容啦，就係要去揾出外星人、未來人同埋超能力者，然後同佢哋一齊玩。唔正常人類研究學會終於齊人啦 ！Like、comment、subscribe 3件套，唔做嘅話會俾春日拉去做人體實驗噶。